欢迎收听文言良语。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神接入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心，要显明神的义。因为伊用着忍耐心，宽容人以前所犯的罪，好伫这个时阵来显明伊的义，互人知影伊家己是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做义。新约圣经罗马书第3章25节、26节。主耶稣所完成的律法是超乎旧约律法，伊所完成的是伊伫马太音第5章、第6章、第7章内面所教示本道的话。律法的总结就是爱，但主的爱是超过律法所要求的义，所以主的爱不单单是律法的爱，乃是完全了律法的爱。主的义也不是单单是律法的义，若是主只替人完成了律法，伊只会当甲人赎回到始祖亚当原来地位尔，得袂到咱今日所得到救恩，也感受袂到神完全的义。但是主的义是神的义，也称悔改信耶稣受洗人做义。所以基督徒将来会当承受神一切伫天顶荣耀福气，并不只是地面上伊的乐园尔。主耶稣不只互受得者，也互受得啉，互因生活上一切所有的供应，使人凉风活气、活水阳光。伊乃是神道成了肉身，是为着遐个做受得的人因的罪，死伫迄个残酷的十字架顶，来彰显着神的义。这种无罪人以实际赦命的义行呢，伫律法中根本对人拢无这种的要求，只有救主耶稣基督尔。罗马书第5章内面讲，因为伊伫咱人类还佫软弱无帮助时阵，基督就是神所认为适当的一期，为着罪人死了。本来为着义人死的是罕见的代志，敢为着好人死的，敢才有人敢做。独独基督还佫伫咱还佫做罪人的时阵为咱死，神的疼就写向咱世间人显明了。现在咱既然靠着伊的血称义了，就更加爱借着伊来免去着神的愤怒。因为咱做受得的时阵，而且借着神的囝耶稣基督的死来得以甲神来和好。既然已经和好了，就更加因着伊的生得救了。这也是魔鬼甲伫人的本性当中所做袂出来的代志。人对着人根本无因念通好讲，若是小因小非呢，有当时也是做袂出来。向着受得呢，也往往是只是恼恨甲向善尔。主耶稣既然完成了神的义，神对天顶观看找到一个完全人，就是耶稣基督，所以称伊做义，互伊对死来复活。因着一个人的罪死，罪就入了世界。神是公义的神，也因着一个义人的义，互生进入了世界。既然对亚当生的拢不义咯，既然承受耶稣的活命的也拢真做义咯。伫亚当内面，神找袂到义，所以定伊死；伫基督内面，神找到了义咯，所以定伊活。死甲活，罪甲义，拢有依传性的。种落了罪，受过的就是死啦。若种落这个义呢，受过的就是生。死是不义的果子，活是义的修行。为着罪，主耶稣死了；为着义，主耶稣活了。虽然无爱把握还佫活着的时阵呢，伫主耶稣基督内面，信主得救，真成称义，领受主尊贵、奇妙活命救恩。神接入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心，要显明神的义。因为伊用着忍耐心，宽容人以前所犯的罪，好伫这个时阵
来显明伊的义，互人知影伊家己是义，也称信耶稣人做义。新约圣经罗马书第3章25节、26节。以上文言良语由真人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，感谢你收听。